大家好，歡迎嚟到50/50聽學愛，我係你嘅同行者，一位喺教育現場超過25年嘅工作者，亦都係一位陪伴孩子將近15年嘅母親。呢個頻道唔係教導，而係同你同行，人同人。我哋透過一邊聽一邊學，齊齊100%愛生活。我冇所有答案，只係願意分享我喺教室裏邊數十年嘅體會，真實嘅育兒經歷，同埋溫柔塑造我價值觀嘅信仰。我哋一齊探討、溝通、情感嘅連結、界限同埋品格，帶住呢份謙卑同埋尊重，去面對每個人獨特嘅處境。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中文譯名叫做《我要做自己：挑戰舊思維，不被死腦筋綁架的生活清單》。作者係韓國嘅插畫家兼作家金秀賢。呢本書2016年喺韓國出版至今，依然盤踞各大暢銷榜嘅頭10名。出版量呢已經去到100冊，讀者嘅評價呢都高達9.5星嘅。呢本書係我陪女女喺舊年9月嘅第一個星期五放咗學之後行書店嘅時候，佢自己揀嘅。但係佢睇完咗第一部分就同我講：媽咪啊，我唔睇呢本書啦，可唔可以攞去換其他書啊？我當然問佢點解啦。咁我個女就答我：媽咪，我哋係基督徒，要愛人如己。但係呢一本書第一部分就教我哋，對於嗰啲唔友善嘅人，我哋唔需要對佢友善。我覺得咁樣係違反咗我哋做基督徒嘅信念，所以我唔想再睇呢本書啦。做父母嘅就係咁樣同孩子同行，給予佢哋需要嘅資訊同埋支持，然後就讓佢哋去做決定，甚至再決定。我尊重佢有理據嘅再決定。自此之後，我哋就放低咗呢本書喺屋企嘅書架啦。我相信有好多人睇到個書名都會好似我囡囡一開始嘅諗法，以為呢本書係教人叛逆，教人做自己就得啦，唔使理其他人嘅書。但事實上完全唔係咁樣㗎。呢本書一放就放到6個月之前嘅今日，當時嘅我聽到好多聲音，但係就聽唔到自己嘅聲音。呢本書嘅6個部分，為當時嘅我提供咗情緒嘅出口。我想先同大家分享書中頭嗰3個我受到觸動嘅核心觀點，然後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另外3部分。呢本書係作者送畀一啲正因為別人只係對佢一知半解，但係就不斷被檢討嘅人。作者話：你哋可以大聲勇敢咁樣同自己講，佢哋只係見到冰山嘅一角，佢哋唔認識我，又點可以批評我？然後就繼續
昂首闊步咁樣去做好自己。全本書分為咗6個生活清單，今日我哋會聚焦睇下以下呢3個部分。第一部分，尊重自己嘅生活清單；第二部分，活出自己嘅生活清單；第3部分，不被焦慮擊敗嘅生活清單。好啦，第一部分，尊重自己嘅生活清單，別再偷看別人的人生。書嘅第一部分，作者就講到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好深刻體會嘅現象，就係社交網絡帶畀人嘅焦慮。你哋有冇呢個經驗啊？喺度碌手機嘅時候，見到你嘅朋友喺度食緊大餐，或者出咗國旅遊，又或者喺學業、事業上邊得到好嘅成績，突然之間就覺得自己好似活得暗淡無光。作者就一針見血咁樣指出，呢一種比較正正就係令到我哋感到不幸嘅根本原因。點解啊？因為喺社交媒體上邊，好多人只係會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我哋睇到唔係別人完整嘅生活，只係一個片段，或者係一個經過修飾嘅形象。但係我哋就會攞呢啲片段嚟到跟自己完整嘅有喜怒哀樂嘅真實生活嚟到做比較。作者講咗一句好犀利嘅説話：努力向人哋證明自己幸福係最不幸嘅生活方式。呢句話打中咗我。大家諗下，我哋花咗幾多力氣去經營自己嘅社交媒體，嘗試用熱愛寄生活，但有幾多人又會真係用心去了解同埋尊重我哋？作者建議我哋可以限制自己使用社交媒體嘅時間，更加可以只係追蹤嗰啲能夠帶畀自己正能量嘅帳號。呢個就係我喺呢本書學到嘅第一課，不偷看別人的人生，才能專心過好自己的日子。好啦，去到第2部分，活出自己的生活清單，別被數字綁架。書中嘅第2部分就令我亦都有感呢一個嘅觀點，係關於數字嘅束縛。現代嘅人生活俾各種嘅數字主導，年齡啦、收入啦、體重啦、幾多個 like 啦、考試嘅分數啦、公司嘅業績啦，blah blah blah。數字係一目了然，所以我哋咧就好自然咁樣用佢嚟同其他人去比較，亦都用數字嚟到評價自己。但係作者提醒我哋，世界上邊有好多係無法用數字去衡量嘅價值，善良啦、友情、鼓勵別人嘅能力、沉浸喺興趣之中嘅快樂，呢啲先至係真正帶畀我哋幸福嘅事物。我特別喜歡作者提出嘅一個練習，試下唔好再在意有幾多人 like， 有幾多個 followers， 我哋減咗幾多磅，唔好再關心其他人嘅收入同埋學歷。
用感受同埋滿足感嚟到評估自己嘅成長。所以呢，我就建立咗呢個頻道，都係50%為咗自己，可以日後回顧返，記住透過呢啲書頁成就咗我成為一個點樣嘅人。而50%呢，就係為咗你，萬一你真係需要一個分享，去攞起嗰本正在尋找你嘅書。總之就係要100%雙贏，大家都開心。呢個觀點對我哋做父母嚟講尤其重要。我哋好容易會用分數嚟到衡量孩子，但一個孩子嘅價值遠遠係超過一張成績單可以記錄㗎。我相信我哋接住落嚟都有好多機會去證明呢一個嘅觀點。呢個就係第2課，不被數字定義，才能活出自己的樣子。去到第3部分，不被焦慮擊敗的生活清單，做自己的評價者。第3個觀點都係全書最核心嘅精神，比起其他人嘅評價，更加重視自己嘅評價。作者指出，過度咁樣去依賴其他人嘅評價，其實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㗎。因為其他人嘅評價好唔穩定。如果我哋總係用他人嘅評價嚟到決定自己嘅價值，我哋就會好似池塘裏邊冇根嘅浮萍，身心都好疲累。作者話要練習自己用評價嚟到肯定自己，呢一個呢，正正同呢一句千古名言不怨天不尤人互相呼應。呢句説話出自《論語·憲問》，係孔子面對不被世人理解嘅豁達心境。核心嘅精神係遭遇到挫折嘅時候，不埋怨命運，不怪責別人，將逆境視為修練，反求諸己，將外在嘅抱怨轉化為內在嘅充實。正所謂下學而上達，腳踏實地，仲會豁然開朗。書裏邊亦都有一個好動人嘅故事。作者大學畢業冇幾耐之後，去咗一間公司實習，主管呢就當佢係阿4工人咁樣呼呼喝喝。佢忍咗好耐，直到某一日嘅晚上返去諗返起，令到佢最憤怒嘅唔係嗰個主管嘅辱罵，而係喺嗰一刻總係以一貫表情忍耐嘅自己。作者話，對自尊心最致命嘅打擊並唔係外在嘅折磨，而係被折磨而屈服嘅自己。呢句話真係好有力量。就算外界嘅環境暫時無法改變，至少我哋心裏邊仲可以揀，唔好俾任何人去踐踏我哋嘅尊嚴，要自強不息。呢個係第3課，培養自我肯定嘅感覺，成為自己最穩定嘅評價者。總結一下，我哋今日睇完咗書裏邊頭嗰3個部分。第一，尊重自己嘅生活清單，唔好再偷看別人嘅人生。第2，活出自己嘅生活清單，唔好俾數字綁架。第3，
不被焦慮擊敗的生活清單，做自己嘅評價者。下次我會同大家分享另外3部分：與他人相處嘅生活清單，讓世界更美好嘅生活清單，同埋過一個美好而有意義嘅人生生活清單。最後，我想回應返我女女當日嘅疑問，多謝你提出嘅質疑啊！呢個係一個非常珍貴嘅信仰反思。你提醒咗我，呢本書嘅第一部分，如果冇經過思考就去跟從，的確可能會變成冷漠。但係當我睇完咗成本書之後，發現作者嘅本意並唔係教人冷漠無情，而係教人先照顧好自己嘅內心，先有力量、能力真正去愛人。聖經話：愛人如己。如果唔識愛自己，又點樣去愛鄰舍如同自己一樣呢？你並不孤單，我哋一齊練習。如果你喜歡今日嘅分享，歡迎訂閱我嘅頻道，亦都歡迎喺底下留言話畀我聽。你有冇試過好似我女女咁樣，對某本書產生過信仰，又或者係信念上嘅掙扎？後來你係點樣處理㗎？我非常珍惜每一位願意真誠交流嘅同行者，你哋建設性嘅留言會令到我哋可以一齊成長。同時，我都想溫柔咁講一聲，如果你只係為咗發洩，又或者留低啲冇建設性嘅惡意批評，請你將呢股力量留畀更重要嘅事情。呢個世界好大㗎，仲有其他事情值得你去做，仲有值得你善待嘅人，非誠勿擾。感謝你嘅體諒，我哋下次再會啊！記得50% 聆聽，50% 學習，100% 愛自己。